礼拜归伊最圣最欢喜。首先，咱要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，无论是讲道，无论是书会、书琴，无论是献诗、奉餐、收奉献，无论是楼顶、楼骹、招待的，咱看袂到会翻译的同工，咱拢为因祈祷。若是咱是同工，就为家己祈祷。求主，互咱真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，合一来服侍伊，搁服侍众人。咱同声开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将家己放踮你的手中，主，阮是你卑微的奴仆。主，当阮要来服侍你，搁服侍众人的时阵，求你圣别阮，洗清阮的罪过，互阮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服侍你，搁服侍众人。主要互阮一个遮大的团队，会当互你连结来归你最圣，合一来服侍你，互阮无破口，互阮得到你的欢喜，互今仔日的服侍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。咱继续为着所有入到礼拜堂要来礼拜，要来朝见上帝的兄弟，甚至是礼拜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来祈祷。求主开因的心门，柔软因的心，互因所听的话会当诚做好的种子，伫因的生命来长大，结果子灵命成长，也互因所领受的诚做好的行为，来利益伫别人，诚做祝福甲帮助。咱为所有入到礼拜堂来礼拜兄弟新朋友来同声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将每一个也搁伫路中已经进到礼拜堂，所有兄弟新朋友来祈祷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无受世俗的扰乱，互阮的心会当拍开，会当柔软来准备听叹你的话语，互阮所领受的会当诚做好的行为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祈祷来改变阮、更新阮。帮助阮，最后咱搁一摆呼求上帝圣神运行伫圣殿内底，用伊的圣神的大气力来充满啦每一个兄弟，每一个同工，互咱的生命会当更新，重新得到大气力，互咱的敬拜会当归伊最圣。咱恳求圣神的感灵运行甲充满，咱同声开嘴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求你诚做整个礼拜的主宰，互阮会当真实拍败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的圣神，请来，请来，运行伫圣殿内面，运行伫阮的生命内面，互阮会当搁一摆领受更新的快乐。主，尤其是今仔日是圣餐的礼拜。互阮搁一摆领受恩典，啉食你的所立的新约的时阵，会当纪念你，也会当搁一摆警醒阮所领受恩典是偌尔大。主啊，互阮的礼拜会当献伫你面前，芳芳做祭，得到你的欢喜甲感恩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咱做伙安静听候。来敬拜。
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甲吟诗72首来学乐上帝，圣诗第72首。学乐全能的主上帝，请起立来吟。主
会众请坐。咱同心额头来祈祷，你要上帝，愿学罗你是全能的神，伫人袂话，伫你凡事拢会。你讲有就有，你命令立就立，你的能力充满宇宙万米，甲阮每一天所生活的所在。特别阮感谢你，伫阮中间有野善的人，你赐伊气力；有软弱的人，你互因能力。你若听候你的，要过一遍得到气力。特别阮感谢你，你借着你的圣神，将你的能力每一天充满伫阮的内面，互阮若亲像鹰鸟铁石飞悬，阮奔跑陪野神，行远路嘛无分道。主上帝，阮虽然看袂到你，也摸袂到你，总是通过祈祷，阮会当甲你连结，甲你沟通。通过圣经的启示，你教导阮迫切祈祷，常常祈祷，时时警醒，毋通放弃。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拢着祈祷、感谢、学罗。阮常常是拄着无顺利的代志，容易灰心丧志，无怨叹已经是真无简单咯。哪有办法感谢学罗呢？主，阮虽然信你，但是阮的信无够野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，加添阮的气力，帮助阮照你的心意祈祷，也照你的心意来过阮日常的生活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，阮满心期待你的降临，帮助阮亲像行色的约翰一样，真心来准备主的道路。用阮家己好的行为做模范，互未信的人会当因为阮的好所行，以及阮所活出的性命，来欣慕主耶稣，亲近主耶稣，守住阮坚定的信心。无论环境，决力活出主所喜爱的款式，真做正人的祝福。听阮的主，阮的祈祷无够额。但我要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。我的天父，我的良心，你的光领导，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应许是你，我的心安乐，下面万福，进入万下面福万行，我的手万的志气，有对万太的爱你，因国万民人各拢是受。代代受敬，阿门。咱三甲来交通启应文第1篇，伫圣诗后面第1页。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不万人的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的叶嘛无打去。歹人毋是安尼，
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。咱继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起立。我信上帝，在你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的主，因为圣心老改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离婚流病到临来幸福，变是的信来从和灵物，第三日对下用过啊，就年当这里专门的上帝大名。因为你那过来心话，我那个希望，我信圣心，信所奉的教会，信我的什么，最下面有内多啊，另外华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晚要请圣歌队用诗歌来引带咱的敬拜，因所要吟的诗是只有主上帝。
感谢圣歌队用水的诗歌来引导咱的敬拜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4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312页，台语汉字本是231页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恁祈祷就爱迫切，也着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。恁嘛爱为阮祈祷，求上帝赐阮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会当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即马就是为着这个工作来做假的，请为我祈祷，互我会当尽责任将这个奥秘讲清楚。接续本堂的梁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属灵的囝儿第8讲祈祷，属灵的囝儿第8讲祈祷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讲道的头前，咱先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大权能的主宰。你伫创造以前就有备救恩伫阮的生命内底，搁伫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所成就十字架的功劳，互这个救恩会当完全的实现。主你也透过因带阮伫每一天生命的成长，来成做你的囝儿，成做基督耶稣的门徒。主你帮助我，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搁一摆真正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愿意顺探你的旨意来行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过去几个月、几礼拜咱透过蔡主任牧师一讲一讲咧传讲，咱是要去做一个属灵的囝儿的生命。那么去做真做上帝的囝儿，有上帝的样式，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迄个生命是怎样来去做？今仔日咱到一个足关键的学习，就是祈祷，就是祈祷。透过祈祷，咱会当更较在北。搁较稳，会来去做属灵囝儿的生命。咱为学习开始讲起，咱拢是国民教育的产物吼，咱拢是一定爱去学校的，无论咱欢喜去也是无欢喜去，咱嘛一定爱去学校上课，课表逐个老师嘛替咱排甲好势好势。伫学校的学习上课，咱最主要是要学习一寡知识。互咱会当对遐得到利益，来互生命成长，也有比咱会当进入社会，成做一个会当工作、会当有基本生活的技术的人。但是一般来讲，若有经验的人，伊拢会发现讲，学校所学的才会叫做理论，进入实际的生活，进入实际的社会，进入实际的行业，进入实际的职场，就发现。咱需要把这个理论变做实际的方式来运用出来，这就是实践。而这个过程，咱会进一步发现一项事，就是理论甲应用的实际中间，那亲像是有距离的，敢毋是？有当时距离阁真大，有当时感谢主距离较细一丝啦。所以透过这理解。对这款理论甲实践，伊中间的距离的理解，咱爱加运用、加实施、加反省，也透过实际经验转来修正咱所学习的理论。祈祷敢毋是共款，咱若干那会晓讲，咱若干那读足侪属灵书籍，迄是无路用的。那咱读足侪册了。别人讲咱做伙来祈祷，咱讲毋好，我会惊。
也是讲人邀请咱开喙来祈祷，伊讲毋好找我，找隔壁迄个较敖。安尼咱的性命就袂改变嘛，敢毋是？所以咱已经进入祈祷的学校，要学习祈祷，就咱的目的是啥物？这足重要、足关键。咱目的是要建立祈祷的生活。操练祈祷、学习祈祷上好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伫生活中来运用嘛，就是咱来建立一个祈祷的生活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继续甲大家分享，怎样来去做一个祈祷的生活？怎样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做伙来思考？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歌罗西书第4章第2到第4节，也就是歌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予教会一个批信。迄时教会拄着真大的困难，因为因的信徒得到真大的信用挑战，有一寡假的教师就来传讲一寡会当引诱人的福音，另外一款的福音，伊想要影响这个信徒互因的信用来改变。保罗发现安尼袂使，就写这个批来帮助当地的信徒，期待因当坚守真理，毋好互这错误的教示、错误的道理来影响。这张批最后讲一个足重要的学习，就是使徒保罗用实际的教示来教示因，爱建立基督的生活。透过坚持祈祷来抵挡一切困难、艰苦甲挑战引诱。所以，咱为这段经文来学习几个功课。第一，祈祷爱恒切坚韧。咱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，保罗爱因恒切祈祷。恒切这个词，白话字的圣经安尼讲，常常。全无爱常常，搁爱全无。现代台语翻译是继续迫切祈祷，爱继续搁爱迫切来祈祷。真正意思白话的意思就是不断啦、不住啦、坚忍来祈祷。安尼教示互咱有两个重要的启示：第一是祈祷毋好停止。祈祷无停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6到18节安尼讲到：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令所定的旨意。伊用旨意是上悬的阶赞，毋是苛刻，是定着的代志。所以上帝咱的旨意。伫耶稣基督内底得到拯救的信徒基督徒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谢恩。可能有人会讲，牧师你搁讲一寡无法度做的代志，常常祈祷有法度啦，小可较努力就会做到。但是一直祈祷无煞，迄哪有可能？但是有遐尼啊侪代志爱做，遐尼啊侪工作爱做，囡仔爱顾，老大爱顾，先生爱顾，太太爱顾，工作爱顾，搁爱买菜，搁爱扫地，祈祷无煞，迄是无可能的。遮侪代志无法度放下，敢毋是？但是，其实即马伫遮咧讲的，迄个恒切祈祷，不住的祈祷。毋是咱爱放下一切事情，是咱爱心意内底不断仰望咱的主，伫逐项的事内底，伫逐项的场合内底，不断甲主沟通有联系。不住的祷告，就是甲咱基督徒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，咱着用祈祷的心来面对每一个问题，不住祈祷。所以，咱可能是真侪场合，伫日常的生活内底，伫工作内底，无法度跪落来，嘛真恶，目睭刻起来祈祷。你开车的时，千万毋通刻起来祈祷吼，安尼隔壁拢爱祈祷啊。
但是咱会当直直祈祷，敢毋是？咱会当伫心内底无任何的形式来祈祷，不住一直不断来祈祷。咱伫厝里做家事的时阵，会当祈祷啊。扫地的时阵，到一个房间，就为即个房间内底咱的亲人来祈祷；囡仔的房间，就为伊的成长来祈祷。所以牧师伫开始怀孕的时阵，就为囡仔祈祷，讲爱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，四大方面。我即马甲会友因在怀孕的时阵嘛，甲摸巴肚讲，因为咱拢女生较方便，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。啊，若生了缘投个美丽，迄是 plus 无要求。咱着互咱的囡仔会当伫上帝的听、正人的听内底，聪明、正常、健康、好养来成长。倒来咧，若咱伫先生的册房内底，伫太太这个工作读册的所在，咱就为因的灵命来祈祷。莫干那工作足无用，嘛爱灵命有成长。过来，你若厝里较大有楼梯，就为楼梯祈祷。扫起嚟讲，爱灵命成长；扫落来讲，生命内底无好的物拢会消灭减少，敢毋是真好？牧师上爱煮食，煮食的是一定爱祈祷。互囡仔食了会欢喜，口味会合，成长熬大汉。互先生太太会当食了以后臃肿无破病。互老大人虽然年纪介大，但是会消化，会吸收，食做营养，脚会用袂跋倒。这毋是足实际，这毋是足重要的代志嘛？然后咱扫便所的时嘛会当祈祷啊。为家己所犯的过错来祈祷，虽然我黑，但是上帝洗我白白那洗。迄首诗歌敢毋是用迄首诗歌来祈祷？然后冲马桶的时候，求主甲遮歹的拢冲好清去，我就更新搁一摆，成做新创造的啦。阿免。那咱咧上班，咱是上班族，咱咧工作的时阵，用祈祷的心来工作。为你的同事，为你的长官，为你的部属来祈祷。我有一个姊妹2-3礼拜前伫小组内底分享，伊讲吼，伊的迄个公车帮较少吼，有当时爱提早去。一开始会感觉讲，哎呀，哪会较早去到办公室？后来伊发现上帝用即个较早袂迟到帮助伊，因为伊较早入去办公室，迄阵啊拢无人，真安静。伊就有一段甲上帝，我们叫单独会主的时间，足水的时间，祈祷、读经、灵修，为今仔日的工作祈祷。伊发现，安尼祈祷了后，伊祝福伊的工作，伊的长官、同事、部属的时阵，迄礼拜的工作，甚至伊的长官甲伊做伙完成，提早来完成，上帝祝福。伊的工作内底，那你是老师，就为你的学生祈祷，用接待耶稣基督的心来教示因，将每一个课认真对待来祈祷，为你的学生祝福讲，因的智慧甲心量拢爱做伙长大，主甲人听因的心也做伙成长，为因来祝福，为因来祈祷。亲爱兄弟，你若是经营事业的老板，嘛爱祈祷，为你的员工祈祷，祝福因，毋是干那工作，因的生活、因的健康、因的家庭。然后你会足奇妙发现，这个员工是上帝予你的祝福，这个员工是上帝予你的帮助者。阿免。求主帮助咱愿意安尼祈祷，不住祈祷，用祈祷的心来生活，用祈祷的心，互上帝的旨意就安尼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就咱要看见上帝大快乐运行伫咱的生活内底。第二，祈祷爱坚持啦，横切祷告就是祈祷爱坚持。什么叫做坚持？任何状况无放弃来祈祷，
无放弃来祈祷。无论咱的灵性经验偌尔啊悬，偌尔啊深，咱总是会有当时感觉真歹祈祷，有当时会感觉毋知要哪阁祈祷落去，有当时会感觉祈祷若像已经无气力，因为我的心孤单，我的性命软弱。亲像迄首诗歌依然爱我讲，有当时我实在毋知要哪祈祷，因为苦难毋知啥物时阵会过去。这就是咱拢会经历叫做灵性低潮的时阵，叫做帮助咱。虽然咱迄阵会感觉讲，祈祷若亲像无法度超越遐个困难，但是咱伫即个环境内底，咱毋是全无爱祈祷啊，好啦，休息一下。毋是，咱来继续坚持来祈祷，恒心忍耐，迫切无停止的坚持落去，就发现这个灵性的低潮，这个困难总是有一天会过去。那亲像咱身体若有破病，咱袂讲好啦，医也卖医啊，咱会讲好，继续找医生，好，继续调整咱的治疗方式。到完全的康复为止，祈祷嘛是安尼。有当时咱会拄着瓶颈，有当时咱会感觉上帝甲我安尼沟通，迄个管道那就塌掉的。有当时咱感觉频道不对呢，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上帝无在听，拢点字字。有当时我会感觉讲我讲的拢无啥明白，上帝可能嘛毋知我咧讲啥，因为我嘛毋知要哪求较好。就算是安尼。继续祈祷，坚持祈祷。一罐的祈祷内底，可能有真侪目屎，有真侪哭热，有真侪一间会当甲上帝讲，单独讲遐困难、遐足温密的代志。但是咱若愿意祈祷，就主要帮助咱行过灵性暗暝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经过的经验。阮囝大囝已经18岁，所以19年外前，用要20年前，我迄阵啊拄伫美国读册。你知影伫美国读册，留学生拢真散车，阁真孤单。伫暑假的时，我望着我的左下腹有一粒那亲像高尔夫球遐大粒的瘤，望着的是规个人拢硬去，那像规个人拢冰去，迄款感觉从来没有的经验，伊惊着。我哭2天，嘛毋知要安怎。我的先生讲，免惊，抑阁毋知是啥物，先祈祷，才来检查。我毋知是毋查甫人的神经较粗啊，是安怎？还是伊的信用较好？伊讲免惊，我想想有对呢，遮大粒。抑阁活咧，应该无代志，就安尼相信，安尼祈祷，然后嘛无法度，迄阵仔就拆机票，就用8、9月伊的妹妹要结婚的时阵，紧转来，然后先去看胃肠科，胃肠科的医生讲，迄上头前毋是胃肠科，胃肠科伫后壁，迄妇科的。介绍伊的朋友互我，过来走来马街后壁看另外一个足有名的妇产科医生，姓潘，毋知即马退休啊未？迄医生超音波甲我照照的，讲啊，巧克力囊肿，倒边10公分，正边5公分，吼，够大粒。感谢上帝，无生入去卵巢内底，嘛无生入去子宫内底。明仔载带伊。后日开刀，迄阵我嘛袂惊，因为有祈祷。我讲医生，我2礼拜后阁要转去美国，爱坐回轮机，袂使开微笑标志。安尼我无法度坐回轮机。伊讲无要紧，即卖有新型的叫做腹腔镜，拍死的空就解决。我嘛足相信的，就安尼明仔载带伊后日祈祷，然后3工了后出院，转去美国继续读册。为着要请假，佮甲超音波摕去互老师看，为虾米消失2礼拜？伊讲，伊甲我讲英文，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伊讲话阵，啊你哪抑阁会笑？我讲手术好势，健康转来，感谢上帝。
还佫会当生活，会当读册，会当工作，上帝也有永远保守，感谢上帝。所以祈祷爱坚持，上帝就做工。过来，祈祷爱警醒。保罗接续讲，恁祈祷爱警醒。保罗提醒信徒，祈祷爱警醒。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莫困去啦，清醒一下，较清醒一下。所以意思是，保罗发现有人祈祷会困去咯。咱讲那才好笑，祈祷困去。但是你若操练过长时间的祈祷，你就发现，若祈祷无内容、无深度、无灵性，变作仪式，会真正会困去。所以咱发现，对圣经来看就好。耶稣常常祈祷，佮带门徒祈祷，上后带迄三个叫做啥物人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大概耶稣若重要时刻，因拢在做啥物？睡觉。耶稣登山变魔，甲以利亚、甲摩西讲足侪代志，足重要的代志，因在做啥物？睡觉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，流目屎，迫切祈求讲：爸啊，若是这是会当，就摕开这个杯，但是毋好照我的意思，爱照你的意思。伊的肝若亲像火在滴。门徒在做啥物？睡觉。所以耶稣苦口婆心甲因讲：恁敢无法度甲我做伙警醒清醒1点钟嘛？敢无法度嘛？着警醒祈祷，免得入去迷惑内底。恁的心愿意，恁的肉体能食。个人能食，彼得无偌久就3次否认伊的主。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落实咱的祈祷的时阵，会当坚持，毋好变做一个仪式，会当真正意爱祈祷。咱爱常常去想，为虾米我的祈祷会无去晕难？为虾米我的祈祷无互我得到喜乐甲平安？咱以前伫学生时代，拢有一科，可能逐个科无共款，迄个课本比安眠药较好。有的人是数学，有的人是古文，有的人是英文，读咧，足好困。我拢常常讲，迄叫做上好的安眠药佫无副作用。但是基督徒嘛，常常笑亏讲，有一本册比这个佫较好用，报告拄啊好做枕头。迄本叫做啥物？圣经。若咱看圣经看甲困去，祈祷嘛，祈祷甲困去，安尼有较惨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咱爱将甲上帝3会迄个时间当做那足甜蜜的，敢毋是？咱若谈过难来就知，咱若有好朋友就知，敢若散步讲话就足欢喜的，对无？咱爱甲上帝做伙时阵，亲像安尼，搁较久嘛有气运难。若结婚了就歹讲啊。所以咱爱亲像安尼，甲主相结连。咱爱知，祈祷是咱属灵的空气。咱逐工逐时拢爱输即个空气来得到活，无咱的信仰就会死亡。保罗继续讲，怎样有祈祷有内容？伊讲恁爱祈祷，伫祈祷内底对上帝有感谢的心啦，就是用祈祷来落实伫生活的时阵，爱常常感谢，就像头拄啊经文所讲的。有的人感觉祈祷就是来甲上帝求啊，求即项，求迄项，求了迄项，搁一项，迄项求了，搁有别项，家己求了求别人，直直求落。安尼嘛对，但是无够，因为咱爱用甲上帝透过祈祷来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开始，咱毋好用祈求最开始。
咱来透过感谢，透过娱乐来建立甲上帝真亲密的关系。咱老这个爸爸妈妈拢足知，一个囡仔若来到咱面前，敢若想要讨囡仔、讨物仔，咱就会嘛是会互伊啦，但是心内无啥欢喜，敢毋是？嘛感觉足郁卒的，那亲像关系无甲伊好势。咱若安尼想，咱就知影天父的想法，天父的心情啦。咱来甲伊建立好的关系。迄个亲密、紧密甲甜蜜要有三密的关系吼，亲密、紧密跟甜蜜的关系，互咱会当透过感谢伊伫咱生命中的恩典，透过伊伫咱生命中的作为，感谢伊来建立关系。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是感恩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就有祈祷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摆伊看到上帝所做的代志，伊经历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的时阵，伊拢会倒来到祈祷，来学乐上帝的大气力，来感谢所领受一切的恩典。第四，祈祷爱到一个目标，叫做合主的心意，合上帝的心意。怎样合上帝的心意？第一，为别人祈求。使徒保罗接续讲为阮祈祷。这个阮是啥物人？这个阮是保罗以及所有服侍的人团队的同工，放踮咱的教会，就是为你的牧者祈祷，为你的中职同工祈祷，为所有服侍的人祈祷。保罗安尼提醒信徒，是因为伊知祈祷代祷的力量是怎样啊大，常常为别人代祷，所以咱的教会一直推动中保代祷事工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为别人祈祷，为家己的需要，为咱所听的人的需要祈祷，这是足正常、足真实的生活需要。但是干那安尼祈祷，咱的祈祷就太细。有人讲咱的眼界偌尔啊大，咱成就的事就遐尼大。敢若为家己祈求，咱的祈祷就足有限制。为别人祈求的时阵，咱就会看见别人的需要。咱无敢若注目伫家己的困难走袂出来，咱会当经历个世界变大，咱会当扩大咱祈祷的帐篷，然后咱就看见上帝伫别人的代志顶面，可能是首先来应允。所以咱毋是干那经历上帝伫咱家己小小的生命，咱会当经历上帝伫别人的生命，这是何等荣耀、何等奇妙的代志！毋好干那为家己求，着常常为别人求。所以咱就对自私自我中心的祈祷，扩大变做无私、充满疼痛的祈祷。代祷原文的意思是之间到前往的意思，就是爱踮伫破口中间来祈祷。你也常常想，咱身边所有的人，伊的破口是啥物？就为伊祈祷。伊可能是身体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人际关系，就为伊祈祷。那么爱常常想，教会破口伫对。就为这个需要、这个困难来祈祷，就上帝要伫遐大做工，投放伊的气力，互咱看见人手袂话做，上帝要成就。代祷力量就是遮尔啊大。圣经内底足侪的例甲咱讲。其中讲一个就好，就是民数记第14章11到12节，迄阵啊，以色列人出到旷野，伫遐行足久了后，玛纳要爱肉食，肉了要爱水食，水了发现日头伤大，搁爱热，即群人太歹带咧。上帝怎起圣地，讲歹啊，
灭亡因。摩西你较乖，对你的后事兴起大作。摩西甲有讲啊好啊，真赞。无，伊讲毋好，千万毋通。摩西为以色列人祈祷，为因代求，就上帝。圣经安尼讲，上帝讲：我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我照你的话赦免因。祈祷到这个程度，代祷到这个程度。讲到这，咱可能有一个疑问：讲上帝全能的啊，我改变伊嘛，我减会通。而且，咱要讲的是，上帝是伊有伊的主权，无毋对。上帝嘛有伊做代志的方式甲时机，伊嘛有伊的旨意。咱毋是要用祈祷来改变伊，爱上帝做这，也是毋好做迄；用这个方法做，也是用迄个方法做。而且是上帝欢喜用宽容的心。甲咱透过交通、对话、讨论，甚至是辩论，来甲咱互动。你莫袂记你阿伯拉罕甲上帝迄个做朋友的过程，毋好袂记伫索多玛迄个事件的过程，有无？伊甲上帝叫做画帕拉件50个好无？无40个，无30个，迄个讨论。迄个进前的过程，上帝欢喜用宽容的心来甲咱互动，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要透过即款互动，互咱甲伊建立关系。祈祷就是要做即项事，所以咱要透过不断不住坚持的祈祷，来了解天父心意，来顺探伊的心意，来甲伊相同工，来体验伊的大权能。亲爱兄弟，亲爱兄弟，有人讲复兴的教会无拢是为祈祷的复兴开始，复兴的教会为祈祷的复兴开始。嘛有人讲无有复兴的教会无爱祈祷的啦，所以咱的教会爱各一摆经历复兴，为祈祷开始。求主互咱每一个兄弟真做教会。面对属灵挑战，愿意复兴的支持者，用祈祷来同工，互咱会当伫挑战内底徛在无忧愁。保罗阁继续讲，最后为阮祈祷，求上帝赐阮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宣扬基督的奥秘，就是。伊现在为着这个工作在坐家的，请为保罗祈祷，互伊会当尽责任，将这奥秘，就是得救的奥秘，宣传最后所福音的奥秘，显明出来。祈祷爱落实伫生活内底，祈祷爱互咱甲上帝迄个互万人得救，无一个人沉沦的目标来结连。因为祈祷正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就互咱生活哪有意义，咱就袂祈祷甲困去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祈祷上重要，兼是互人会当得救，带领一个人会当听福音来得到拯救嘛。求主互咱每一摆在讨论祈祷的时阵，就实践祈祷。操练祈祷，为别人祈祷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也互伊成做咱生活的使命，互咱会当看见上帝为咱成就大事。亲爱兄弟，最后无事要甲大家分享，所有的服侍，甲咱年老的时阵，可能拢会面对无法度继续做的软弱，只有一项服侍。会当对咱到生命的路尾，只要抑有一口气，只要抑个清醒，就咱会当服侍。这个服侍就是祈祷，为教会祈祷，唱话周报来祈祷，为家庭祈祷，伫每一个房间祈祷，
为工作祈祷，为你的社区祈祷，为你身体需要换手来祈祷。就你要看见，也要经历上帝透过祈祷，甲你三同行，三同工，直到世界落尾。阿免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世界，佮你创世以前就为阮准备救恩，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的大功劳，互阮会当伫罪中得到透放，伫黑暗中得到光明，伫软弱的时阵得到刚强壮大。求你赏赐阮祈祷的快乐，时时祈祷无煞。搁伫阮袂晓祈祷的时阵，带阮祈祷，也为阮祈祷，就阮要做伙经历，透过祈祷，阮的生命要改变，世界要改变，教会也改变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圣诗217首，想要迄暝救主耶稣。圣诗。请坐。伫主内面，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欢迎囡仔归往伊个照教会规定，就是已经领受坚信礼，也是成人洗礼兄弟做伙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往伊个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恁囡仔着磨背重重的，着就近我
我要互恁安息。主耶稣也讲，我是活命的饼，就cùng我的决断袂枵，信我的永远袂喙焦，就跟我的决断无去杀伊。主耶稣也安尼邀请讲，我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声音的人，伊若开，我就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要甲我食。咱安尼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咱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的恩典甲你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啊，请恁注意来听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照主伊对主受的，因为伊讲，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，作写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大声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伫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阮谦卑求你查恳圣气的圣神来圣白阮，也圣白遐个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会当接受这个。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的帮助，会同加做属灵的朋友，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内底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主耶稣安尼讲，这个饼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每一摆安尼行的时，着纪念我。保罗所受的教示，就是毋好啉食家己的罪，着爱啉食上帝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每一个人，会当伫祈祷内底认罪悔改，就算是上隐密的罪，也求主感察，求主帮助，赦免来敬神人，请人为家己的性命来祈祷。
这个是基督神父为着恁拍破，恁逐摆安尼行的时，着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食了主耶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，逐摆恁来行的时，着纪念我。咱的教会来祈祷，因为咱毋是单独在食这个饼甲杯，咱是甲咱教会兄弟做伙来啉食，咱拢是主的肢体，合一就食做伊的身体。所以咱要为教会有三听，为合一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啉食的时会当纪念软弱的。帮赞有需要的，请咱为教会三听合一来祈祷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耶稣的会所设立。今仔安尼行的时阵，就着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角伫地。咱搁一摆来感谢基督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透过你的圣子耶稣来成就极大的恩典甲救赎。也透过阮所领受的圣餐，互阮会当灵魂更新，成做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知影阮是主耶稣奇妙身体的一部分，也祝福伫所有忠心的信徒，成做你神国的后裔。主耶稣，阮伫遮谦卑祈求。求你，互阮啉食的时，也奉献阮本身，成做你采用，互阮会当彼此结连，互相合一，成做你的身体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即马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来祈祷，创造万物以及赏赐阮一切所有的上帝，求你接纳阮用感谢的心，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，圣化伊，成做你圣工的路用。阿免。
请坐。咱同心来关心教会的事工。咱来看周报第4面。第一点，本周特别事工。本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，咱点到第2期的知识的垃圾，代表信心，互咱以坚定的信心，学习完全的信靠甲交托，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活出主所听的款式，诚侪正人的祝福。有关圣诞节各种的庆祝的活动，详细请看周报第17页。本日就是总会所定的关怀爱主主日，呼吁兄弟共同关怀爱主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所有事工，并且提醒大家共同防治爱主的使命及责任。第2点，集体关怀本会会友和会妹姊妹，伫11月15安孝主怀。定伫12月7日，也就是本礼拜六下晡2点半，伫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也愿上帝安慰为主。第3点是敬老的旅游，12月初6到初7，也就是拜2到拜3。地点是奋起湖故宫南院。请已经报名的长者，伫12月6日早起7点，伫教会1楼来集合出发。第4点，设教110周年纪念活动。本教会为着设教110周年，设计设计真侪活动吼，特别是团契动力闯关指定活动，鼓励大家用团队的方式来报名参加。报名截止是2023年3月底来截止。请大家来找议程干事来报名。报告以上。即马请刘牧师来做牧养的代祷，以及欢迎来宾。咱先来看一个真趣味的影片。要来庆祝110周年，咱先来看影片。好，今仔日到伫咱中间第一摆做伙礼拜敬拜上帝的兄弟也是新朋友啊无，然后请你徛徛，互阮来欢迎你。若无，牧师要搁一摆鼓励吼，欢迎大家成群结队来报名，一定会袂失望的。其中有一些答案是我提供的，所以真趣味吼，欢迎大家成群结队来报名。来庆祝110周年搁一摆来纪念咱的祖先为咱努力，上帝祝福伫咱中间，多谢大家。咱同齐起立来吟新圣诗第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
久徛在来接受祝福。愿恁祈祷的时，就经历上帝同在甲生命的更新；愿恁为别人祈祷的时，就看见上帝要拯救因、帮助因；愿恁为教会祈祷的时，就教会要伫三听合一内底复兴；愿恁为这个社会甲世界祈祷的时，就上帝的旨意要食伫地面上。搁愿恁安尼行的时阵，特别上帝慈悲疼痛的大开力，主耶稣基督国外的愿望，圣神真理引带，要甲恁大家三甲一地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阿门。请坐，要倒谢阮恭受册客。